因为我再次经历到上帝的话是真的，上帝的话是活的，所以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一起来先读上帝的话，在约书亚记5章9到12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圣经，如果没有你可以看一遍。好，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哦。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2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将我们过去的羞辱除去了，因着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主啊，你已经赏赐了。主啊，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要对我们说的奥秘。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今年是台湾神学院道学硕士2年级的学生，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我是这间教会土生土长的这样。在今年呢，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举办了一个营会，叫做门徒野营。有奖的就是有趣的。好，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在我们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有一位老师。然后他就是因为老师们平常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去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然后会跟神学生聊天啊，然后或是他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成长。然后有一次呢，应该不是说有一次，应该会有一个机会，这位老师他就看见了长老教会，然后他在祷告中，上帝就让他领受到一个意象是，他看见长老教会的青年的社青需要被呼召。他看见之后呢，他就去思考去想，然后也跟周围的弟兄姐妹啊，或是神学生分享。很奇妙的，他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同学、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的老师都有同样的领受。他看见在长老教会当中，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的长辈，但是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在教会当中呢，很多服侍的同工，可能都是社青啊、青壮年这个年纪的同工，但是就会发现，好像每个礼拜都看到他们呢，下一个礼拜还是他们，下一个礼拜还是他们，下一个礼拜还是他们。然后这些社青呢，他们不断在教会服侍，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被牧养。我们在教会当中还看到的一件事情是，有许多的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聚会。我们每一个礼拜守主日、守圣餐，我也11奉献。但是走出了教会之后呢，其实跟在教会里面有点不太一样。这老师看见了这一个危机之后，他心里领受一个意象是，他看见神学院的同学们、老师们，其实我们要起来呼召今天的教会。特别在今天教会的年轻人当中，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马太福音所说到这个28到19到20节说的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意义。我们在教会会不会服侍很久，聚会很久？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坐在这里。
接着呢，老师就在学校传递意象，许多同学呢，我们就一起领受，然后我们在想说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来，特别在神学院的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因为我只读3年嘛，3年后我就毕业了，然后就到教会去，在神学院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要怎么样来行动，可以来帮助教会，或者是帮助我们自己。再次看见上帝对教会、对今天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的呼召是什么？接着，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个活动，叫做台神青年之夜。这其实是宣传单、报名表这样。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日社青营。就是前年的对象比较是国高中生啊、大学生，去年的对象是社青这样子。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许多人有去，就是台神门徒体验营，一年比一年办得更有规模，一年比一年更丰富。时间从1个晚上到变成1个下午1个晚上，然后到1个晚上1个整天。这群被呼召的人领受了要唤醒今天在教会的基督徒们，我们要起来成为上帝的门徒。领受这个意象之后，我们这一届接了，然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唤醒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这一届呢，前景非常的看好，因为第1年有成功的经验，第2年有成功的经验，再接下来也有一个成功的经验这样。可是到报名3个礼拜之前，有很多人之前有听过我讲，我们的报名人数只有29个人。你没有听错，这个筹备了将近1年时间的营会，到前3个礼拜只有29个人。这个状况其实叫人家很难接受，也很难明白。实际上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们也不是不能知道它真实的原因。我们心里想要问的是说，上帝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心意，是我们还不明白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今天读的经文前面一点点的时候的地方，也发生了令人难以明白的事情。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是约书亚带着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是按着上帝要约书亚所做的，他们每一个支派就1个人背一个石头这样，然后就在那边把石头立起来。一过了那河之后，就在那里立起来，因为上帝要他们以那个石头在那个地方做成一个记号，是上帝带他们过这个约旦河。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石头立起来的时候，当场的以色列人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总算踏上了那个应许之地。过约旦河会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的上一代里面，好像也发生了一样的事。他们上一代就是摩西，也曾经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到旷野。如今他们也过了这个约旦河，接下来好像按着上帝的应许，他们要开始起来征战。这时候每一个人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就要起来开始征战了，我们就要起来去得那个地为业，得那个从我们祖先开始上帝应许我们的那个地方为业。可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却要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这个时候你们要行割礼。我有听错吗？我们不是已经开始要征战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行割礼？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危险的，应该不是一点而已，应该是非常危险。他们现在已经过了约旦河，来到了迦南地的这个地方。如果根据祖先的经验，这里就是住了很多外族的人，而且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在他们的祖先面对到这些外族的人，所谓迦南地的这些外族人的时候，他们的形容是：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他们就像巨人一样。可是我们现在过去了，好像要凭着上帝带领我们的这条路要走的时候，上帝却要我们在这时候行割礼。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行了割礼的话，我们在这里不就很危险吗？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些外族人可能会来攻打我们，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可能会很虚弱。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攸关于整个民族的生命的决定。约书亚会这样说，上帝会这样命令，难道上帝有什么特别的心意，是这一些新一代以色列人还不知道的吗？以色列人最早开始行割礼是在创世纪的17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原文是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以色列人行割礼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要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男子，他们都行割礼。一直到出埃及的时候，这个行割礼还跟逾越节去结合。逾越节是什么？就是在这一群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在那里为奴的时候，上帝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他们出埃及地。最后一个灾祸里面，就是献长子之灾的这个灾祸当中，上帝要他们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楣上的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晚间那个上帝的天使经过的时候，他们的长子才没有被杀掉，是这样子的一个缘故。他们为了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进入到旷野，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在这个割礼跟逾越节的连结当中，我们看见了，只有属上帝的子民才能守逾越节，只有行过割礼的这一些人，他们才能守逾越节，加入在这个上帝拯救的恩典当中。但是在旷野成为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行过割礼，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是最大的危险。他们现在最大的危险中，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约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我之前没有发现的事情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约确实的传承给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到，他们世世代代的男子都行这样的割礼，可是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行这样的割礼。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是信实，而且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还告诉约书亚说，要让这一些人他们行割礼，让他们进入在跟我的约当中。不仅是这样哦，我们在今天5章9节就有读到，他说，上帝说他要除去埃及给他们的侮辱，他要除去以色列人的不幸跟悖逆，他要除去这些人过去在埃及所受到的伤害，他要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为属他的子民。行割礼确立了他们属上帝的身份之后，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更是带出了一个盼望，带出了一个展望。以色列人在正月14号的时候，在迦南地守逾越节，他们吃当地的土产，隔天之后玛纳就停了。然后经文又再次说到，他们吃当地的土产。
这段经文在读的时候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其中一个是，这是他们在迦南地第一次守逾越节，而且是用当地的土产作为食物。在和合本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和合本里面，这个土产出现了3次。在原文的里面更是妙，他在第10节跟第12节的时候，第10节一开始就说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第12节呢又再一次说他们吃当地的土产。可能有的人会以为我是因为看到他说他们吃迦南的土产，所以选了这一篇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是迦南教会。但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他一直讲他们用当地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上帝到底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里守逾越节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再一次去看到说，上帝在话语当中真的是有许多的奥秘。玛纳停了，他们用当地的土产。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今天的逾越节，在经文里的逾越节，让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一个最重要的救赎事件，特别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救赎事件，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的守逾越节呢，却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后，约书亚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这个经文这一段的前后文里面有很多的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他讲到逾越节会让我们想起2个领袖，一个是过去的摩西，一个是现在的约书亚。另外一个，我们想到他们的行动是，过去他们出埃及，如今他们却进了迦南。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过去他们吃玛纳，每一天上帝在早上的时候让他们出来捡玛纳，成为他们的食物。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守逾越节之后，这个玛纳就停了，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背景，比较难了解的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过的是一种游牧的生活，他到处要逐水草而居嘛，哪里有草，羊就往哪里去，人就往哪里移动。可是如今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如果我们对这个迦南地有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一个种什么，就好像很容易就长出那个果实。如果我们有看过一个图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2个人，然后背着一大串的葡萄的那个图片，今天没有放出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是，这个逾越节一直让以色列人想起过去跟现在的连结。在这个过去跟现在的连结当中，摩西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是要进入一个新的盼望当中。如今的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也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盼望当中。而这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盼望，是靠着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靠着他们倚靠而且愿意顺服上帝，在当地行割礼，在当地守逾越节，然后他们要经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要起来预备征战的。我刚刚讲嘛，他们原本已经以为他们要打仗，可是却要行割礼。等候那段时间之后，守了逾越节之后，这个新的开始是他们要开始攻打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是他们祖先认为不会赢的战争，但是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却相信上帝应许他们可以得那地为业。当他们顺服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当他们依靠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即便他们的生活中仍然有许多的挑战，譬如像是他们的生活形态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要开始种田，然后吃那里长出来的食物。他们的思想跟观念，甚至他们的信仰，有可能会受到挑战。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在那里，他们信奉的神跟这一群以色列人信奉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上帝。这个新的生活可能会让他们有很多的挑战，还包括过去他们可能在旷野的学习的一些价值观，也会成为他们的挑战。还有可能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他们需要在各方面来适应。但是，信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且预备自己顺服神的心意，要往前进。在约书亚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守这逾越节，吃无酵饼和那个烘的谷。那上面经文有讲到，其实代表的意思是一种生命的更新，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每一个人吃的时候，是代表他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进入在他的约当中。而且不只是如此，当一个民族他们一起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信仰群体，他们生命的转换。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重新跟他立约，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让上帝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盼望来继续前进，是依靠着神的心意。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就像是逾越节我们所分享的，他就像那羊羔的祭物，被献在祭坛上。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为他献上自己，我们的罪得以洗净，让我们这些愿意悔改转向信耶稣的人，可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可以恢复我们上帝子民的身份。不仅是这样，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更将我们带到一个极大的应许里面。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而我们也被赋予了一个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过去在约书亚的时代里面，他呼召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如今他在这个世代里面，仍然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旧约的摩西，就像旧约的约书亚，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进入与他的约的关系当中，过着一个依靠他的生活。而且不只是这样，他要我们也成为那一个可以呼召人来成为他门徒的人。跟随这个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其实并不明白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只要守主日聚会，11奉献，做一个在教会当中大家认为好的人，或是在社会当中大家认为好的人就好。但是上帝的心意其实要我们，就像这个经节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一样，我们要使万民做神的门徒，我们自己就要成为神的门徒，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跟随他。在这个台神门徒营里面，面对了这些，我刚刚所说到的前3个礼拜只有29个人报名的状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积极的祷告，然后寻找可以让更多人听见这个呼召的机会。但同时，我们其实也面临在这个世代当中一种追求数字，好像比较多人就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迷失跟软弱当中。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再次在他面前悔改，再次回到他的面前。上帝让我们了解，他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尽本分，在这个世代当中去传递这个意象，去传递这个上帝拯救人，去传递这个上帝要使人进入与他约关系当中的意象。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他已经安排最好的结果。如果今天这个活动就只有这29个人参加，这是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去接待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跟随他的脚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进入在教会当中来服侍，或者是在追求这信仰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在谈论约书亚记里面常会做一个比较，是旧的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人，上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但其实这2代的人都面临同样的挑战。或许我们可以把新旧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旧的是指走在原来路上的以色列人，新的是指接受呼召差遣的以色列人。这些跟随上帝的人，其实常常会进入在挣扎、冲突当中，不管是旧约、新约，从新约到现在都一样。这些冲突、这些挣扎、这些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很多，可能是你自己的想要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可能是你自己过去的坏习惯，或者是在你心里面那些不为人知但上帝都知道的事情。也或许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一个挑战，我们礼拜6日都要来教会聚会，来教会服侍。这样我就不能6日的时候在外面玩啊，我就不能在家里好好休息啊。我6日要来到这里。还有很多的挣扎跟冲突是，如果我去跟这个人跟他说，我跟你说我最近信耶稣，然后我觉得耶稣很好，我跟他分享我的见证，他会不会觉得我是神经病？是不是传福音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还有很多啊，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教会要读经祷告，可是读经祷告要花时间呢。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你一个礼拜你用几天的时间，你一天花多少时间来到神面前来读经来祷告？然后可是有时候我却还想要睡久一点，可是有时候我已经跟朋友有约了，可是有的时候我工作非常的忙碌，在这当中都非常多的挣扎。或者是你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你想着我要来关心人，可是有时候关心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或者是我们变成伤害别人的那个人？还有很多的挑战跟挣扎，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些伤害，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那些挑战，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些从以前累积到现在的不好的习惯，这都会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经历的挑战跟挣扎。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就想说啊，我就是这么糟，我就是这么烂，我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我不可能会好啦。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耶稣我听太多了。特别是从小到大就在教会成长的，可能他看起来好好的没事这样子，但是他心里面呢？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认得这一位救我们的主吗？在这些跟随主耶稣的挣扎里面，最近感受到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我在这门徒营当中，我发现，当我跟随上帝的时候，
我每一天仍然会有这些挣扎跟考验。当我看见神的话语是如此真实的时候，我可能有时候不能明白，我可能有时候明白，但是我都知道他一直都在。就像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说到的，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不是呼召我们成为门徒之后，就让我们就在那个世界上摸索，然后每天面对自己的挑战跟挣扎，而是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的复活，到他的再来，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每一天靠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得胜，一次又一次的败不复活。我们都有可能会失败，我们都有可能会在挫折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软弱，甚至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失败，让你觉得软弱，让你觉得挫折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主耶稣他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他，都可以转向。悔改的原文就是转向，都可以转向他，依靠着他，跟随着他，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呢，其实不会减少我们实际上的挑战，在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可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而且更有未来的盼望。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上帝早已应许这些以色列人，迦南要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上一代的人失落了，上帝总是不会忘记，他仍然要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他的面前，他仍然要让这块土地成为应许之地，他仍然要让台湾这块土地成为应许之地，他仍然要让台湾这地的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那可能再缩小一点点，就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他仍然要让你，要让我进入在这应许之地的盼望当中。在这个时候呢，我要邀请我们来看一个影片。这影片可能有许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可是我觉得再一次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可以看见这不是一个办完一个活动就结束的呼召，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地方当中，在这些教会当中，在我们当中持续不断的，上帝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这影片。You've done it again, Lord. You've done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 are mighty and you are merciful. And you keep taking care of me when I don't deserve it. Praise you, Jesus. You are Lord. Give me another one, Lord. Guide me to who you want me to help. Raise up more that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Raise up those that love you and seek you and trust you.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Lord, we need a generation of believers who are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We need an army of believers, Lord, that hate to be lukewarm and will stand on your word above all else.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Raise up a generation, Lord, that will take light into this world.
that will not compromise when under pressure, that will not cower, Lord, when others fall away. Raise them up, Lord, that they will proclaim that there is salvatio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Raise up warriors, Lord, who will fight on their knees, who will worship you with their whole hearts, Lord. Lord, call us to battle, that we may proclaim you,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 pray these things with all my heart.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在约书亚的时代里面，上帝呼召约书亚，呼召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在应许之地当中。他首要的是先呼召这一群人，能够悔改转向，能够进入在与他的约当中。上帝定义要救他们，脱离他们自己的羞辱，脱离他们自己的羞愧，脱离他们过去在埃及地被嘲笑、被奴役的日子，要释放他们到真正的应许之地当中。在约书亚的这个时代，他们经历了。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如果上帝要我们这群已经在迦南地当中的人吃这些当地的土产，让我们经历这个全新的开始，引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应许我们，应许这间教会要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真正宣教的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会如何来回应呢？